好，話咁快咧去到第5條啦。咁呢個題目呢，開頭只係揾角 ABC 嘅。咁有啲同學呢，就夾硬用啲，你當佢嘅直角三角形又有，乜都有啊。咁但係實際上呢，你諗下，呢條邊係11，呢條邊係8啦。8cm 對應嗰隻角呢，其實就係角 ACB 嚟嘅。嚇，咁呢11對應嗰隻角呢，就65度嗰隻角。咁所以第一件事你要做呢，就唔可以直接揾角 ABC 嘅。翻轉頭呢，係應該先揾角 ACB，再用angle sum of triangle 三個內角和呢，揾翻角 ABC 出嚟嘅。咁所以成個結構就應該咁樣咯。就11 over sin 65度，利用 sin 方面嚟啦，就等於8 over sin 角 ACB 先。嗱，我哋揾咗角 ACB 先。咁所以 sin 角 ACB 呢，搬一搬啲位啦嚇，慢慢做啦。8乘 sin 65度 over 11。咁啊撳機咯喎，咁啊8 sin 65除翻11，咁啊 shift sin 啦，咁啊出嚟嗰個數字值呢，就係41.233嘅，咁啊角 ACB 呢，就41.2338度啦嚇。咁我哋要揾一隻角 ABC 呢，就應該180度減去65度，再減41.2338度啦。咁所以呢，你應該將180度減啦嚇。咁啊減翻晒之後呢，出嚟嗰個數字值呢，就應該係73.7662度。咁啊即係73.8度啦。嗱，我哋每一次都會攞多少少位嘅，因為攞多啲位呢，先會令到嗰個誤差呢係少啲。如果唔係呢，你計面積嘅時候呢，就會少咗噶啦，就會計差咗噶啦。即係換句講，原來呢隻角搞完一大輪呢，我哋一個屈尾十一翻轉頭呢，就73.7662度。好，咁啊而家呢，我哋要揾個三角形面積呢，就應該會係1/2，就乘翻呢兩條邊8同11，就再乘翻 sin 73點。嗱，最好就唔好用73.8咯喎，7662度，攞多少少位。好，咁啊撳機嘅啫，1/2乘呢個，咁啊1/2啦，咁啊乘8乘11乘 sin 73.7662，咁出嚟個數字答案就42.24幾啦。咁我攞3個有效數字呢，就即係42.2 cm square。咁啊成條題目呢，其實用咗啲基本嘅概念呢，其實就做到噶啦。咁同學呢，最緊要呢，就要即係處理嘅時候冷靜啲啦，二來呢，亦都要呢，就自己留意下究竟嗰個計算時候嗰個情況係點樣嚇。咁我哋講到呢度啊，呢條。